大家早安，歡迎返到嚟。唔知大家平時喺 social media 或者聽朋友傾偈嘅時候，係咪成日都會聽到財務自由呢4個字？好似只要我哋賺夠咗某一個數目，我哋就可以即刻由痛苦嘅工作入面解放出嚟，過上幸福快樂嘅生活。但係呢個目標背後，會唔會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幻象？今日我好想同大家深入探討呢個話題，所以好開心可以邀請到 Dr. Charles 同我哋分享佢嘅見解。Charles 你好啊 Cathy 你好，各位聽眾大家好。其實講起財務自由真係一個好值得反思嘅課題。雖然我哋現代社會將財務自由包裝成一個最終極嘅夢想，但係我哋作為學者或者心理觀察者，會發現呢個字眼往往帶有一種消費主義嘅色彩。係啊，好多人追求緊嘅其實未必係自由，而係一種唔需要再承擔責任嘅幻覺。根據明報之前一份關於香港人退休儲蓄嘅報導，雖然好多人努力儲錢，但係幸福感反而隨住財富增加而遞減。點解呢？因為當你將所有嘅安全感都放喺嗰個數字上面嘅時候，你就已經跌入咗一個 trap， 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hedonic treadmill 快樂跑步機。你以為去到某個數就夠，但去到嗰陣，你嘅慾望同焦慮又會同步 upgrade 咗。其實 true freedom 唔係來自於你銀行戶口有幾多個零，而係來自於你對生命嘅掌控感同埋內心嘅平靜。如果我哋唔處理好心入邊嘅匱乏感，幾多錢都只會係數字上嘅自由，而唔係心靈上嘅解放。真係聽你咁講，我覺得好有共鳴。原來我哋好多時係用緊一種逃避嘅心態去追求財富。我哋以為錢可以解決所有焦慮，點知原來焦慮係會隨住錢一齊長大。Cathy 覺得好似好多追求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嘅人，佢哋其實好辛苦，甚至犧牲咗而家呢一刻嘅生活質素。Charles， 你點睇呢種為咗未來而徹底犧牲現家嘅做法？Cathy 你觀察得好入微啊！呢種 sacrifice 其實係一種好危險嘅心理博弈。好多人實踐 FIRE 嘅時候，係抱住一種等我儲夠錢，我就會開始真正生活嘅心態。但問題係，人生係一條 flow，唔係一個開關掣。如果你喺20幾歲到40幾歲最精壯、最有創造力嘅時期，每日都喺度數住啲錢，極致咁慳，推掉晒所有社交，你其實係萎縮緊自己嘅生命力。BBC 曾經有一篇專題講過，好多成功早退休嘅人，過咗半年之後，反而會陷入嚴重嘅 depression 抑鬱，因為佢哋發現呢，當初支撐佢哋嘅目標消失咗之後，佢哋根本唔知自己係邊個，佢哋失去咗 identity， 佢哋以為自己買緊自由，結果係買咗一張孤島嘅門票。我哋要明白 meaningful work 其實係人類心理健康嘅重要元素。如果你追求嘅自由係乜都唔使做，咁呢個自由好快就會變成一種 empty 嘅折磨啦。我哋應該追求嘅係有權揀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嘅自由，而唔係完全唔參與社會嘅自由。係啊，呢個 point 好正，身份認同嘅缺失真係好恐怖。我諗起有啲朋友，佢哋真係好叻儲錢，但係除咗睇住個 app 入邊嘅股價變動，佢哋好似同世界斷咗連結咁。聽你咁講，其實財務自由嘅幻象其中一個部分，係咪令我哋誤以為錢可以取代關係同目標？絕對係啊！呢個係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最成功嘅洗腦，佢哋令你覺得錢可以買到 security， 買到 respect， 甚至買到 love。但係正如我哋所知，呢啲嘢都係 intangible 嘅。真係，我見過好多好富有嘅學者或者企業家，佢哋身家過億，但係佢哋依然覺得好貧窮，因為佢哋身邊冇一個可以真心傾訴嘅人。佢哋嘅人生目標變成咗點樣令資產增值 5%， 而唔係點樣令世界變得更好。當財富變成咗唯一嘅 metric， 你嘅人生就變得好平面。其實真正嘅財富應該包括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同埋 psychological capital 心理資本。如果你為咗財富自由而斷絕晒所有 connection， 其實你係喺度進行緊一種負資產嘅投資。Cathy 你諗下，如果你喺一個荒島上面有100億，但冇人同你分享，咁嗰啲錢同石頭有咩分別呢？所以我成日同學生講，唔好追求一個數字，要追求一個 vision， 一個你想成為點樣嘅人嘅 vision。錢應該係工具，係用嚟 support 你個 vision 嘅，而唔係 vision 本身。錢係工具而唔係目標，呢句說話好溫暖，亦都好有力量。其實好多聽眾可能都會覺得壓力好大，覺得自己仲未儲夠，離自由好遠。如果我哋可以將焦點由仲差幾多錢轉向我而家有幾多豐富嘅關係同經歷，心情應該會好好多。不過 Charles， 社會上面嘅比較真係好難避免，尤其是喺香港呢種環境。係啊，
香港呢個環境確實係好壓抑，成日都要 comparison， 但係我哋要學識去辨別邊啲係生存需要，邊啲係面子需要。好多人追求嘅財富自由，其實係為咗贏過身邊嘅人，或者係想得到人哋嘅認同。但係呢種由外在驅動 externally driven 嘅目標係永遠冇終點嘅，因為總有人比你更有錢。我哋要建立一種內在嘅評價系統，問下自己到底幾多先係夠？呢個夠字係心境嚟嘅。係啊，明報有一篇專欄提過，低慾望生活唔等於貧窮，而係一種主動嘅選擇。當你發現你唔需要透過名牌或者昂貴嘅消費嚟證明自己嘅價值時呢，你其實已經獲得咗最大程度嘅財務自由，因為你已經唔再受制於商人為你編織嘅匱乏感陷阱。呢種心態上嘅轉變，比起你加薪50%更加有效。你要做嘅係減法，而唔係盲目做加法。揾到自己真正熱愛嘅嘢，就算嗰件事未必會令你發大財，但佢帶俾你嘅 fulfillment 係任何銀行存款都比唔上嘅。真係獲益良多。我好中意你話自由係一種心境呢個講法。唔知不覺我哋已經傾咗咁耐，聽完 Charles 嘅分享，我覺得成個人鬆晒，好似唔再需要咁執着於嗰個自由嘅數字。Charles， 喺我哋結束之前，可唔可以請你提供2-3個反思問題，等我哋嘅聽眾可以喺今晚瞓覺前問下自己？好啊，我有3個問題想大家可以靜落嚟諗下。第一，如果你聽日已經擁有一筆你認為足夠嘅財富，你仲會唔會繼續做緊你而家做緊嘅嘢？如果唔會，咁你真正想做嘅係咩？第二，喺你追求財務自由嘅過程入邊，你有冇犧牲咗一啲一旦失去咗就揾唔翻嘅嘢？例如健康、同屋企人相處嘅時間，或者你嘅好奇心。第三，除咗錢之外，你而家嘅生活入邊有邊3樣嘢係令你覺得自己係富有嘅？大家可以試下誠實咁回答自己。錢係可以儲嘅，但時間同靈魂嘅熱情係冇得儲存嘅。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真正屬於自己嘅自由。多謝 Charles 咁有啟發性嘅分享，真係好溫暖。希望大家聽完今日呢集，可以重新審視自己同金錢嘅關係。如果大家覺得呢集幫到你，記得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聽。我哋下集查找智慧再見，拜拜。